继续来看这个民进党征调林佳龙参选新北市长，要来挑战现任的市长侯友宜。这个新北市的老县长、行政院长苏贞昌亲身来出手，今仔日明仔载2天分3梯次，邀请新北市的议员参选人，伫个院长的官邸来举办便当会，要来讨论看要安怎为基层来协助林佳龙。那竞选团队今仔日嘛安排林佳龙甲议员的参选人做伙来翕相，展现家母带家仔的气势。我就把它弄2边就好。新北市长参选人林佳龙特别西装打扮，穿新的西装，和议员参选人翕形象相片。但军头母自信的笑容，林佳龙心情放正开，展现家母带家囝的气势。不过面对追求连任的新北市长侯友宜，伊即卖优势，民进党这局可能会较歹拍。朱立伦也曾经以非常大的幅度领先这个游锡堃院长，但是最后的结果只差不到1%，要2万多票。那所以我们也是朝这个方向来努力。我们还是要认真努力、脚踏实地的好好做事情。还有哪些都需要再做好的地方，我也会不断的去做好改进。侯友宜老神在在，不过林佳龙团队讲，内部支持的人哪来哪济。进前传出新北老县长苏贞昌继续担任台面上的业务主委，不过认真讲，伊有点在咧家斗3工。苏院长2、5、26号，小连续2天分配调集新北议员参选人来开会，就是要讨论要安怎消停林佳龙。谢谢苏院长来当我们这个堂口，主要是讨论说，这个新北市年底的选战，那我们的议员参选人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？那是院长也有提供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协助？挑战哪天变绿地，无经过上尾，像输像赢，无人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